恭喜恭喜啊，恭喜你啊！过生日祝人大家要快樂啊！嗱，應由唱歌變又唱係咪啦？因為越唱歌恭喜啊，紅包就拿來，但係有冇得紅包嘅？個人啊都係一個童年嘅風俗，隆重親戚朋友喺集木卡人盡來肥水合作歡喜快樂。嗱，我嘅先見出呢個詩篇133字1節咁樣講到，真正係講係好，係講隆重兄弟姊妹有合作，共一下歡喜快樂。嗱，真正講緊兄弟姊妹有合作快樂，真正係講，真正係強。嗱，同埋呢，因為咧詩篇133字2節咁樣講到，唱呢個香油貴嘅香油。從呢個下輪咧，睇下國聊啊哈，聊嘅講呢啲，聊到一個心裏下嘅講，加埋嘅意思咧上帝嘅福，從睇下等你聊啊哈，聊到聊人下意思，從等高嘅福，祝福啊哈，祝福到大家嘅自信係咪呢？嗱，因為咧詩篇133樣講到，唱一動盪嘅露水樣嘅水樣嘅聊啊哈，去到聊到。隆重呢一個動福嘅戲啊，隆重到從蛋糕下間，大家到來年祝福跟祝福呢一大家嘅自信，上帝祝福大家到啲自唔啱咩蛋糕祝福啊哈！嗱，一個接喺嚟講，車出嚟嘅上帝嘅福氣共下分隆重人，潤人。嗱，阿妹要和平，阿妹要兄弟姊妹和合，上帝面臨一個福氣。從蛋糕拖啊哈，從動態動蛋嘅福聊啊哈，聊就即刻自信，肯得到隻福，所以即刻人類即係要合作，要和平，喺家庭主題日，第二講出即刻嘅事照會，第三係講出即刻小都，又係要拼點，又係要合作。要大家相合，嗱，家嘅小組，佢就係結家，嗱，得要得上帝嘅福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